我不想害你，但谁让你是我的同源一心之人？既然你要寻死，便成全我吧。大哥，静儿没有办法做你的心上人了，但是小薇可以。小薇心地善良，温柔体贴，肯定比我能够做一个好妻子，一生一世的照顾你。静儿祝大哥与小薇一生幸福恩爱，白头到老。傻事！小薇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的眼睛好了？今天晌午的时候，大夫来拆过纱布，说已无大碍。我一时高兴，就让彩雀带着我出来逛逛，可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公主。彩雀姑娘也来了吗？我刚才一时觉得肚子有些饿，就让彩雀去买点吃的，她待会儿就过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听王大哥说，公主今天要去寺庙祭拜，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此处呢？莫侍卫没有同行吗？既然下不了手，不能让你就这么死了，那我索性就当回好人了。公主，小薇眼伤刚好，怕久站不适，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。那走吧。公主，蝼蚁尚且偷生，更何况你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金枝玉叶。你如果就这样轻生了，不要说王大哥和萧公子他们，恐怕你父皇也会龙颜大怒。到时候，万一迁怒于他们，公主你又于心何忍呢？父皇不是无道昏君，就算一时迁怒于表兄他们，也不会妄杀无辜。而我却是走投无路，让我和亲，简直就是生不如死。我宁愿自行了断。生不如死。公主养尊处优，恐怕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吧？那是比死更可怕，就像割骨凌迟一般痛楚。难道你经历过吗？的确，小薇曾经经历过，而且也想过就此了断余生，可又不甘心啊！不甘心自己唯一的心愿未了，便离开这人世，所以还是选择活在这尘世当中。可我发现，活着才有希望，才会让我遇到王大哥，一了心愿。公主不是一直都在说很羡慕我吗？其实啊，我才是真正羡慕公主你呢。你出生在这世上最富贵的地方，享有父母的宠爱，还有萧公子、阿莫侍卫的呵护，享尽世间荣华，
还有亲情的温暖。难道你忍心看着他们伤心欲绝，就此离去吗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你这样死是干脆简单，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爱你的人呢？他们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，这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。你就忍心看着你父皇、王大哥还有萧公子他们生不如死吗？公主，小维今天说这些话，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人世间，即使有再多的痛苦，还有烦恼，还是有一些美好的事情，是值得我们留恋的。什么事情都有办法解决，死绝对不是唯一的途径。还请公主三思而行。小薇，谢谢你的真心相劝。其实，我也不想看到亲人们伤心难过。可是，我一想到要远嫁异族，和不相爱的人结为夫妻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。那公主，再仔细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？事到如今，我父皇定是知道我私自逃离，龙颜大怒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收场才好。也罢，救你一次，算还当日你援手的恩情。公主，小维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说不定能帮公主摆脱困境。真的吗？什么办法？你说来听听。臣失职，请陛下降罪。你何止是失职？朕派你去保护公主，你却让公主逃了。外面鱼龙混杂，公主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朕诛你九族！陛下，陛下息怒，公主出走无人接应，想必也不会走太远。我想萧阳和莫侍卫肯定会找到她的。哼，若非萧阳阿莫平日里百般纵容，竟儿会如此任性妄为，他们几个难辞其咎。陛下，公主出逃，连萧阳和莫侍卫都不知道，更何况是正副卫呢？而且，公主的脾气你也是了解的。她既然是铁了心要出走，别说一个正副卫了，哪怕是10个莫侍卫，都不是她的对手。朕知道公主不愿意和亲，但是和亲关系到我们的江山社稷，她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就是嘛，既然公主不同意和亲，干嘛出此下策呀？陛下，那位异族可汗可不是个善人，经过公主这么一折腾，怕是要引起兵祸了。启禀陛下，臣已在河边找到了公主。人呢？你怎么没带回来？公主投河自尽，性命危在旦夕。啊！公主，公主，你睁开眼看巧儿一眼。皇上，你看巧儿一眼啊，公主，公主。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！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公主的手为什么这么凉？快拿被子把火贴吧！是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！公主到底怎么了？公主投水自尽，幸得路人经过救起，可是河水冰冷刺骨，风寒入体，
加之公主原已身心俱损，现在旧伤未好，又添心疾，太医诊过，医师回天乏术。不可能！公主花样年华，不会有事的。静儿，父皇对不住你，不该逼你嫁给异族。你母后去世时，父皇答应要好好照顾你，我辜负了你母后的托付。静儿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父皇一定答应你，不再逼你和亲了。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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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静儿，静儿，你醒了！静儿，父皇，静儿，女儿不孝，不能承欢膝下。恳请父皇原谅静儿。静儿，静儿，你别吓唬我！静儿，太医，太医，快！陛下，公主仙逝了。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啊！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醒醒啊！静儿，陛下，静儿啊！陛下，请节哀啊！陛下，我的静儿，静儿，陛下，醒醒！公主已随先王后离世，请陛下节哀啊！静儿，陛下节哀。静儿，静儿，我的静儿啊！都是父皇害了你，都是父皇对不住你啊，静儿。陛下，陛下，你不要太过悲伤了。你若是伤了龙体，公主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。陛下，公主是个仁孝的女儿，如果到了先皇后身边，也会为先皇后尽孝的。陛下，节哀啊，还是早日让公主入土为安吧。陛下，异族特使求见。要不是异族特使，朕的静儿也不会死，他还有脸来见我？陛下，您忘了，为保皇族及公主颜面，对外皆宣称公主是因为受风寒暴病而亡的。如果让异族得知，公主是因为拒绝和亲自尽而亡，必将大怒，引起战乱。那么，公主不就白白牺牲了？陛下，依臣妾拙见，应该请特使入内。当特使看到公主已仙逝，那么必将无理由再引起战乱。陛下，你应当以江山社稷为重啊！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见过陛下。免礼。陛下，听闻公主遇难，实在是令人震惊而难过。陛使代表可汗，请陛下节哀。特使的心意朕领了，可是朕现在悲痛万分，恐有礼遇不周，还请特使先回驿馆休息吧。陛下，金黄靖公主乃天定的可汗之妻，却遭天妒红颜猝然亡故，实在是令人遗憾至极。不过，为了向可汗说清楚，还恳请陛下
能让我亲眼见见金皇公主先去的尸身，也好让我回去向可汗交代。放肆！公主刚刚入关，岂能轻易打开？陛下，本使祭奠公主，也想瞻仰公主最后一面。陛下不让见，莫非公主的死另有隐情？你算什么东西？陛下息怒，若不让她眼见为实，死了何亲之心？恐怕日后会打扰公主安息，后患无穷啊！阿嬷，谁敢动公主尸身，阿嬷必是同归于尽，也让她血溅3步。在下一时悲痛失态，无意冒犯，误会。陛下，公主红颜早逝，也是我族无福与贵邦联姻。在下这就赶回去，将公主先逝的噩耗回禀我可汗。告辞。